跟住插看哦，係啊，跟住兩碗飯都食到，大獎哦。那吞都唔掉。係哦。你剛才電動還手工電工。係哦。吕家的姐妹是品質保證。對，你看他家的生活為什麼這麼搶手？全能啊！佢要答畢業未去？係哦。要答畢業未去？兩位紅彩妹妹，今日帶來嘛嘅呢？紅彩妹妹很嗨喲！不要轉題。但我們有準備加分題，就是3秒吃完。他是不是人格有點問題？來一杯，來一杯。來數。這裡面加什麼？油膏而已，油膏和個蓋油，機油。對。說換一次250的。不是摩托車機油哦。我們派出最有經驗的。因為會讓人驚豔嗎？對，有經驗。一天包500顆粽子呢。有點害怕。沒問題的，因為你唔敢說副寡母除了張伯謙。不是。對呀，只有你不吃甜。怪喜妹，怪喜妹。慢年做誒，捱做誒，我講到凍沙皮呢。韓家傻逼哦，做幾多年呢6年。 6年。師傅剛才有知道梅子和什麼？我真感哈。加速就最少一個4塊。捏起來，捏起來。你快！你怎麼放棄了，姐姐？我發現家頭非常優雅。對。姊妹衝下變處呢？到底問應下厲害。哎，真嘅迄姊妹衝下變處呢？唔過啊，睇下一定有談過一件事情啊，就是伊在做下底度總得有2個姊妹，啊，不過基本呢咧，是嘅全部都係姊妹嘅主廚熬魚咯。唔但講4個姊妹啊，你2、3未係啊，這樣加起來6位，會不會有點擠？我定係冇媽會煮。係啦，我大家講哦，基本有2食嘅燒鳥，都係 Pro 等級 PRO， 翻講，還有加上今日有老朋友來到現場了喲。最近呢，係有一個係捱嘅認識派有超過10年嘅朋友誒。哇，那你8歲就認識了呢？真的，這個很棒啊！每一集都層出不窮。好啦，先來分享到今日嘅評審欣賞，馬上來分享到我嘅好姊妹阿謝玲師傅。大家好，阿謝玲。謝玲姐好，再過來分享到係李志亮李師傅。大家好，來資料。兩個好。先來分享李鳳吹，來自南投兩姊妹啊，呂金燕、然後呂淑珍，歡迎。大家好，兩個掌聲妹，大家真好好來小記一下。好，來看一下男隊金本鳥係3度扣關，來自聖竹市嘅表姊妹，佢哋係烹肉餃楊水俊。咁樣都有冇看到了？對，都係老朋友啦哈。先來看一下你鳳吹，鳳吹金燕姐、老淑珍姐，咪係親姊妹，他們家哦姐妹非常多。淑珍姐佢本身咪係一個主持人哦，哎呦，主持人好，她非常厲害。然後你金燕姐，然後你朋友認識超過10年嘅哈，唔知哦，超過誒，超過誒。大家時間都會認識而家金燕姐，唔但唱佢當為主菜以外，佢還係一個都樂界所陪伴樂界所的朋友的一個很棒的講師，對不對？最後大家分享一下，從阿佢咪帶來嘅。呢一本吼會感吼係南投縣政府文化局吼帶領嘅宣傳師吼，行業宣傳師向下創作嘅吼，真難得。你做買得到冇？買到。耶加斯呢？而且出面還有朗聽的，對對對，還有英文呢，都好誒，然後朗聽，哦，常常覺得金燕姐啊，有冇很厲害？佢還有都要跟樂界所搞祝賀假賽，多才多藝呢。睇過博公交互站，係啊，也嘅係呀，老妹，老妹。淑珍姐佢本身係一個廣播主持人，你係電視台嘅主持人，佢佢愛優雅，非常優雅，顏值在線。呂家的姐妹是品質保證，對，好啦，因為他們家吼，我講嘅話，佢就在廣東都是，我們10集，待會好好聊，因為又有主持人，又有全才達人，主要係因為倆都需要咧，倆偏於向西飄過來。怎麼？剛剛是在偏東亞做是點心咩？係咯，你一看起來應該算幾種？錯。哇，來好好的紹介一下，甜點雪的，我們一起吃好不好？哎呀，懂流行嘅是幾種餅誒？對，減重餅有沒有？但這個感覺哪裡的？包圍下冇窮樣哦。不用鳳頭牙係嗎？係錯。
嘟嘟五月节嘟嘟吼，因为应景哦，五月节到的嘛吼，大家是不中啊，拜拜要用记。我两位阿姐做乜嘅會帶記種來大家分享咯？五月节到咧嘛，咱买呀记种。哦，自家做嘅。对对。哦，唐公你包嘅熟土冻姜，對不對？最高紀錄來炫耀一下。冇去這記呢。哦，唐公只加安布，做啲超過200隻嘅種兒。一月包500隻，一天我昨天就包500個。你這個手指頭是有重訓哦，手指頭長肌肉，好厲害，真厲害！你看他改 CMO 為什麼這麼搶手？除了我之外，冇人是更厲害啊！大家女生這麼搶手，是因為我們全能啊。都要打畢業沒黑？嘿哦，要打畢業沒黑？所以這個是有在外面賣的。有。哦，然後一年總共就算夠差不多幾多家嘛？冇。哦，這真的很好吃哎！很厲害，你們分給胡同有冇？啊，對，碰通沒走單。超好吃，超好吃，超好吃。哎，好吃到翻白。我真的覺得太好吃了。你看，一面係頭擺我家婆會飽，你睇佢看模仿片，看是有飽過來食到呀，傳統的麵頭啊，幾種的麵頭。唔會食生呢？不會啊，對啊，它沒有那個記梅。記長豆的腐腐，我們配得好就唔壞。而且哈，香港你聽話是加福卡的種子哦，長得上不夠。國謙，你來不及了。哦，我那個青春期國體挺久嘞。我就現在有點緊張，因為給他的4個 CMO 全部來勢洶洶，每一個人都非常厲害，都帶了好幾把，你知道磨刀霍霍啊。不過我還是要講一下，輸贏不是重點，就是第1名跟第2名的差別而已。嘿，錯。哎，大家平常心哈，平常心要多笑啊哈。在後台已經開始嘿嘿。係啦，除了比輸贏之外啦，還係哦，因為現在你規矩後呢，哎，你就加入個目前嘅單元，所以每個單元呢都有積分哦。啊，總共加起來哦，最多積分的那一組哈，就是今天的贏家。我們超驚訝牛講的吧，馬上就來進行今日一個挑戰哦。向前邊看啊！第一關會用神奇嘅方式來考驗兩廚料理嘅基本功有幾層，還有對食材嘅認識有幾多。當然，不看人之間嘅團結合作，咪係當重要嘅哦。大家準備好嗎？一家之主準備來 PK 咯！既然我來 PK 翻呢，就看哪乜啥笨蛋較厲害係啊！我先我用嚟比。講到笨蛋啦嗬，以前我哋比嘅就係個基本功，但今天的基本功分作2隻回合。第一隻回合比嘅係鬥功。哦，那你沒有？確實。對。但是第二個我有，比係熟土。但是這個到底要怎麼，就是自己要去判斷自己的優勢啦。因為2隻回合排出來嘅代表係冇強樣嘅，所以我們就先來看看鬥功2隻回合我排出嚟馬莎來。好，我們派出最有經驗的。因為會讓人驚豔嗎？對，經驗。經驗姐。經驗姐最有經驗考驗。那我們排出3度扣關也超有經驗，來，有叫阿姐。哇，這是經驗的對決呢。剛剛只有先說係比係鬥功，到底係哪種鬥功？好，那我就按鈕，我待會數1、2、3就請開蓋了哈。1、2、3，搶開。馬蓋，哦，嘿。啊，跳虎杆，我用嚟比。來，看下挑戰你跳虎杆哦，一太地。等下嘅比賽哦，有30秒嘅時間，你要去切片。那給切片哦，看時間地位度吼，哪一組切開片數較多，你是這樣的。哦，而且有限時間哦。對哦。有比看嘛，你切較多，有做我們的團體吧。提示下哦，做我們的團體之外，韓國吼，你切開吼緊泡，還用什麼緊豆片，對不對？所以就要考驗大家的刀工啊！有一個小 bug 就，總得先用洗板哦，這樣就切，這樣就好剁掉。就是我們直刀，還用落去，走得了。平常是有練習啦哈。有哈。早就。金燕姐，你剛剛又不失禮貌微笑。她很有經驗，我再說一次。30秒哦。要不要先拿着感受一下手感？哦，可以哈。有凶的，那聽，那不是後製上的聲音哦。你知道嗎？他們兩個今天都很少笑。對啊，有點凶。好了，兩隊準備好勢，意思搶開始。哦，30秒哦，是就30秒哦。其實假設係搶愛哦，做得先對半，以後將來切嗎？我們玉嬌姐好薄哦。不要急，不要急。對，慢慢來哦。哦。
我帮因为它是要比多少的？你看玉娇姐是用刀尖。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。好，这一片跟你有缘分呢。这有一点，哎，好。现在看不出来盲烟塔豆，这个蛮难的，蛮难的。我们简单基本功的部分，好，拍出2片的师傅，然后你的算一下，参赛者先回到原位，师傅自己算呢，哈。好。8、9、10、11。你在摆沙西米是？这个就这个算啦，这个有争议吧？这个可以，这个可以。这个算吗？这算吧，太严格了吧？这每一片都 OK。成绩已经出来，先来看下风水几多地？20地。20地。20地。好，再看一下蓝锤几多地？所以得11。哎，不容易耶，其实不容易。但我们有准备加分题，就是3秒吃完。他是不是人格有点问题啊？改一得，还数，我今天你真的很卖力。还是你饿了？有一点了，有没有酱油膏啊？好啦，些微的落差。那第2回合本来要你 Q 的，我 Q 就好。度。好，TV 下俾翻你，硬日就必得到1分哈。加3下來呢一關，我來比嘅係屬兔，馬上嚟進行下二肥下俾比賽。今日飛下比嘅係屬兔，不過屬兔比嘅係乜嘅呢？就係爆水餃。我最愛吃水餃了。客家阿妹就聽話爆水餃，不過咧，嘅爆水餃係有時間的限制哦，到1分鐘地擺多可以慢慢爆下豆，但是要注意就是那個封口就聽話封起來，哎，不能這樣打開哦。爆漿。但是因為國家爆的封全部強用，看你要怎樣幾夾或者幾折啊，都做得。也可以包成菜包啊。哎，或者是蓮花也可以。不過最尾咧，師傅來評判講吼，哪一組爆誒是合格還是不合格？合格數量有幾多？最多解除是得多1分。做得啦吼。係啦。平常時都有都給包水餃嘛。哎，一個晚上1天包500顆粽子呢。有點害怕。沒問題啦。好，準備好先嘛？準備好了。做得好。好，幾時搶開始？會不慣，超怕。因為你唔敢師傅管我除了張伯謙。對呀，只有你不吃甜。是的，那你一定要試試看可不可以。玉米雞。開始炒飯咯。係啊。還有2碗飯嘅時候，大強哦。那困都唔了。係哦。佢剛剛電動係時候電動。係哦。做得啦吼。係啦。平常時都有都給包水餃嘛。一個晚上1天包500顆粽子呢。有點害怕。沒問題啦。好，準備好先嘛？準備好了。做得好。好，幾時搶開始？好，來。哦，現場就有準備動豆哦。有計時哦。會不會其實我們準備的量不夠你包？不會啦。等一下10秒鐘就要休困哦，唔好嘞。哎呦，你家先爆火嘞！繼續。好。主要誒款給它封好哦，注意時間。可能地板都會掀了，然後還有那個折。我前如果我們倆也來的話，我們可能很粗魯。我們可能會錄到晚上9點。很優雅。目前係藍錘暫時領先。好，可以加快速度，加快速度。其實兩錘款出來爆給鳳圈摩擦動豆嘞，他們都是兩手這樣掐。有人單手掐的嗎？就是這邊包，然後這邊掐。但是懂色。好，加快速度，差一個，差一個，這個一定要跑。6，加速就最少一個，4，快！捏起來。你快！你怎麼放棄了，姐姐？我發現 get 非常優雅。對，你是優雅派的。一直哦，那我們要30秒準備嗎？沒有啦。好啦，咁評審做完有車教人算一下嘛。好，2位評審幫我們算一下。要看一下封口哦。那魚竹會散開來準做票準呐。不會啦，這個有一些尾巴又那個木羊，你看2片，你看2片，每冇夾落去。2片，又快。煮了 OK 嗎？不 OK。好了，我說過了，平常心。好，嗰陣呢一關呢，把師傅都算2片，藍錘、紅錘係幾多隻？5隻。好，藍錘幾多隻？ 5隻。
按用的花珠平手个个得到1分。好，咁用的花累积下來，風吹得到嘅係2分，南吹得到1分，按用所以暖身賽了哈，比了刀工、基本功，還有人嘅速度，唔過生下來呢，睇起來先去看一下，我來看一下今日阿謝玲姐帶來乜嘅好料嘅，我來老太切噶分享呢。主廚素魯菜。到一季當中，廚師除了要搞太切家一個創意料理以外，還加都要高場地度，還會有一個水塘烤，唔少太切家要看清楚來咯。雪玲姐今日帶來菜名係乜嘅？黃梨醬苦瓜烚雞，黃梨醬苦瓜烚雞。自從唔少食講要用個料理哈，有啦，凍鐵皮，黃梨醬呢，嘿，黃梨醬，醬嘛，嘿嘿嘿，一定是他自己做的啊。對好，來小解一下。倆黃梨醬，切家做的黃梨醬，啊，細鹹醬哦，細凍醬，還有嘞，倆係切家肉哦，嘅，比鳳梨下風嘅玉米雞嘞。玉米雞啊，倆香菇。即刻做。哈，你係我等下葱誒，撈辣椒誒，撈你係中哦，等配。呀，是甲小個苦瓜。係即刻種嘅苦瓜，唔係啦，你係慢加時間啦。好，我首先呢，撈苦瓜拿來切對半。張伯謙最愛吃生苦瓜。咩？切苦瓜，你睇苦瓜葉葉啊，哈。有的人會啲兩片葉，唔過兩片葉冇人好食葉，兩片葉一條。又買正差呢。有哦，實力啊！嘿，它的加實力點啲兩片下半，兩片下瘦肉，安尼刮落去當好食刮。好，我哋做開始，喺度雞，佢本來想雞用糖嘅，我哋雞刺嘅雞，我就用先漸過嘅，等下再我不是雞肉不一定要剪嘛，哈。嘿，不一定用，不一定要通啊。對對。殺過啦。那像豬肉也是一樣，不一定要通溝咯。嘿，爆空肉噶。爆空肉一定要通過。為什麼？因為豬肉有的會有腥味。哦，而且會有那個血水的浮沫。可是通溝的話，有時是有冇肉體的。快麻跟糊糊哈。苦瓜我會切安尼一塊一塊，等下下好食。哎，先生，嘿，你要苦瓜地擺毒誒弄哦。你有弄乾淨嗎？不是，你等下還通過啊。哦。你烚苦瓜。超怕。因為你唔敢吃苦瓜嘛，除了張伯謙。我是。哎呀，只有你不吃苦瓜。是啊。那你一定要吃吃看苦不苦？哇，玉米雞。哎，你不看假使因係食湯誒，我拿去鹹誒。哦。阿妹做得做素食，素食做黃梨苦瓜，對，唔係啦，做齋誒。哦。來，我苦瓜滾水滾誒，我先燙喺下邊。葷素都可以。對，葷素都可以。黃梨挑醬用嚟做搞太監冇？黃梨挑醬，佢挑醬做，你特別去買嗰種挑醬啊。黃挑醬，啊黃梨就用切的，冇打到水，冇打到水。挑醬應該係挑絲吧？對，挑絲啊，黃挑絲啊。黃挑絲。鹿晗冬瓜嗰種啊。係，鹿晗冬瓜嗰種。咁啊，黃梨要用切片講哪一節都唔得用嗎？冇，規則係做用落去啊，真唔會生啊。黃梨老挑絲不用糖呀係，不用黃梨先不用鹽，鹽要滷油鹹來，鹹嘅黏黏嘅真係攪嘅黃挑絲，啊不用糖哦。啊個黃梨肉係鹽味糟糟，唔是鹽糟糟呢，我係啱啱冇鹽糟糟啦。黃梨可以鹽糟糟哦，做得啦鹽過啊。你滷了佢會黏嘛，會出動嘅。天厲害啦！你黃梨嗬。同樣來做得咧，咩黃梨苦瓜同樣來做得咧。咁少係溜定啊？唔係，我未溜定，我上強多啊，強多我有啲下腳管啊，會噴出來啦。咩下腳管啊？哦，佢未做得用漸漸呢，未做得用糖，我係啱會用糖，係健康。啊，做乜嘅？今年會用玉米雞啊？玉米雞哦，玉米雞佢適合下聽嗎？哦。剛好老師講吼，黃梨醬種的大豆水係乜嘅原因？因為難在大豆水係容易擺散，你係會上怕。果倉係果倉切係做唔得大豆水。瓜嘴。你切的是沒冇大豆水，會上肚。會上，佢係大豆水就會你一隻，咁就歐巴睇嚟就冇好誒。社區這個凍醬是黃梨呢？對，因為要瓜嘴。會咬嘢，點解啱聽嗬出晒黃梨嗬，我嚟講嚇。該會咬嘴啊！我聽用翻嘢係酵素會咬嘴。我哋下次都係用黃梨醬誒。哦，給它燒對不對？對，給它燒。該下煎啊，該2區煎咯，它是乾煎嗎？還是就咖油啊？乾煎。哦，或者雞皮的油。嘿，雞油而直接出來是就唔會搶水。
而且今天哈，这个志宏哥扮演的是一种沉默是金的角色。系啊，唔会啊，啊當演陣都終於開嘴講過咧。其實他頭就啦，嗆鍋邊哦。哎，嗆一下鍋子。也小玲姐也給用我起到起，啊也變得快速啊燜。水湯烤。好。也我燜他家咧一隻燜蹄哈，他家演繹呢，10隻雞就踢9隻，佢意思係乜嘅呢 ？A 9韻，早有耳聞 ；B 無限沏差，手忙腳亂；C 一看就知，一目了然。哦，先不要講答案，你就地了先不要講答案，他兩組先猜拳，這樣做的決定，娜莎做的顯現。好啦，娇姐好可愛哦，愛迪，一看就知。瑞珍跟金燕姐的猜拳一下好嗎？剪刀石頭布。哦，咱誰先來講？瑞珍姐先選。选什么？答案呢？A 也係 B 也係 C。玉嬌姐，一看就知啊。佢講10隻也無唔見得9隻，得3分1啲。哦，好，那文麗補出一些嗎？該我們比較不一樣的是，水晶來這熊而且摸漢切差的。因為什麼？十字金都摸漢的哦。你也想辦嘛？今天剪二線嗎？你要選哪一個？武漢食材。 OK，好，來。咱處嘅答案係 C， 風水嘅答案係 B。其實我也選 B。哎呦，正確嘅答案係 C。一看就知。因為呢，10隻雞就踢9隻，一看就知，就當明顯一件事情，當明顯的真相都對，一看就知，就係10隻就踢9隻。對啦，兩句就養幾隻就顧好幾隻，莫笨賬該要整天。對，像那個玉米雞顧得多好。我家哈，你就啲嘅講噶，我要加標嘛嘅。偷油個糖，用木做要認真看咯。嗯，因為一看就知啊。係要加標偷油老糖，等佢煸軟來，就做得上菜嘅。就按簡單，啲烏卡做本生也是生也沒有是唔會腐。係煸到副瓜軟咯。係哦，煸到軟嚟就好嘅。應該糖過咩？糖到軟就好咧。係唔係？你有得容易㗎，叫食落嘅呀。入口即化呀，跟住煸解下。老師，但係有一個問題想講，你煸強九二後，個苦瓜父母是嚼到蓋個地百度咧。唔係，那你就不要吃雞肉了。對，我唯一的希望就蓋唔會腐。唔係，你可以吃個鳳梨就好呀。唔係腐，蓋唔係腐。當個沖法。所以差唔多豆腐卡，還要煸改時間又建議嗎？30分鐘。哦。俺婆愛吃到要30分鐘下落啦，下鹽味啦。那我用加壓鍋呢？加壓鍋可以下燉的，對不對？係愛建議講用蒸的方式一定醬。天幕嘅蒸。係用蒸的方式，煸過誒，用天幕嘅蒸的方式一定好，加蒜末當醬。有跟你一樣醬嗎？有哦，18歲樣誒。哎呦，哇！牛皮都香嗎？喺冇表嘛嘅，就一幾粒香菇落去煸煸咧。最主要係一個鳳梨條。對，鳳梨醬啦，跟住炒飯咯，係啊，要2碗飯嘅時候，大醬哦。那困斷掉。係哦。而家見到係上見講。係哦。地板都濕，都黑爛住了。寫你阿姐，你阿差唔多咧啦。嘿，你阿叔咧，然後剩下就擺盤停了呀。今天盤子很用心呢。跟他講哦，你滷鳳梨的時間，因為滷完燜一下沖，就是為了不要在做料理的時候再2次調味。對，那就用一啲頭油俾大些甜甜。咁人嘅蔥味老，那只有唔是香。哎呦，我哋還要落去調。我唔會你上上。因為它不要生的，我知道你的原。我唔會上上用落去。哦。你媽該東西都唔會。大概就款凶誰哦，這都是小技巧。等一下你萬一都走的時間，哎呦，他都會。對。款倆帶哦。哇！白飯來一碗。等一下，一定給張伯謙很多的苦瓜。先下班咯。很薄油。那你煮飯先了。厲害，有幾多本太下可以係嗬？哦，係。黃梨醬、苦瓜、煸雞，安陽最後食咯。
两位红彩妹妹，给你带来嘛个呢？红菜妹妹很嗨哟！嘿，不要转。这里面加什么？油膏而已，油膏和个盖油。机油？对。说换一次250的。不是摩托车机油哦。雪玲姐带有另一个凤梨酱苦瓜翕鸡，太起家叫下来品尝看下咯。趁热吃，趁热吃。哎，摸口内不应该苦瓜安太地呢，好香哦。苦瓜，你盖油很嫩哦。好好吃哦，真的很嫩哦。因为加凤梨调酱本身嘅苦瓜唔会苦，它有酵素都要低度，软化它。你要盖个紧紧就嫩呢。你凤梨是很淡哦。苦瓜是一个像水梨嘅重要。韓國嘅蛋茶是嘅雞哦，唔是個酸甜嘅梅頭，很戀愛呢。韓國吼雪玲姐嘅鳳梨醬吼滷到凍好，佢用嘅染料湯啊，就係天然的防腐劑。哦，是這樣子啊，真嘅厲害。我說我很厲害。分工一點。即唔講吼，做一個鳳梨調醬，不過起來整嘅啊。翕雞嘅啊，吼，也給阿公阿婆一定同好食，當傳統嘅客家米頭丸呢，睇起來都不卡呢，要做來吃做看啊。加下呢暖身賽嘅成績過來了，睇起來報告一下，總共一下兩組係平手，各得到2分，最背面起來就係要來決定勝負咯。來進行最背面關嘅挑戰。家家出好菜，兩嘴這等只聽嘅題目。啲寒天嘅時間，做出一出最上癮嘅好料理，無論係傳統嘅，也係創新嘅菜式，兩下夾夾拿出嚟嘅好本店，一家之主好料嘅愛掉上做咯。也最背面一關，按到家家出好菜，因為前輩呢兩組係平數，個個得到2分，故手現場火藥味十足。先來看一下，也就帶來嘅秘密武器。好，馮翠帶來嘅秘密武器係乜嘅？怪喜梅，怪喜梅，乜人做嘅？愛做嘅。我講到凍沙皮呢。韓家沙皮哦，做幾多年呢？係6年。6年。6年，這是6年的怪喜梅。佢嘅色水就低，已經不用到一天的年份的啦。你家自主忙就可以洗哦，哎，你2、3忙你先你就開始做了。對啊。我跟你說，在那個戒毒所的朋友啊，其實都要怪喜梅。立刻改革向上，就只吃怪喜梅，吃了這個反而上癮呢。用怪喜梅，菜色用到乜嘢？梅香雞肉，梅香雞肉，看起來呢，嗰條長菜應該當到係經驗節車中嘅嗬。係，最背面一關有新鮮冇？有。凍油啊，凍溫油啊，用片哦。來看一下咱水裡片哦，準備嘅秘密武器係乜嘅咯？泡菜。泡菜，哇！嗰泡菜一聽係我較注意哦，只有吃性嘅食材，對不對？自家種啊，自家曬嘅。自家種，自家曬，等下還會自家做，還有自家食。係啊，誒，大家吃啦，用下學啦。你啊泡菜有哪種特別蔬菜冇？要讓大家分享嘅。今日用了泡菜來炒板條。哦。都是客家人的最愛哦。對，泡菜板條變出來料理，該菜名按到乜嘅？福氣板條。哇，不一講到凍就福氣哦。水母一貫的哈，那個不要再留一手咯，哈，變起來咯，有信心嗎？有。哇，又練過，又練過。錯。好，兩位都已經準備好晒，我們等不及，我們看那家的廚藝哈。現場馬上來倒算3、2、1，搶開始嘍！開始了，因為是碰牌的。先來看一下好不好？哎呀，因為這是雷神，好像雷神有來現場。來，哇，這個是雷神的鐵錘呢。哦，打了一弓。這個怪喜梅，那個醬汁不要浪費。嘿，對，放到氣泡水裡面炒。可不可以先用這個醬汁醃雞肉嘞？沒做的，我是要用醬汁醃雞肉。那個雞肉今天做錯什麼事？它亞些雞肉是雞的里脊肉，雞胸肉的裡面的那個里脊肉哈。
落去金线，落去团片了。係，啱係有韓論，韓論咧。一隻嘴食咗就可以摘嘅，哦，就是走掉的那一只啦。係啦，哦，一看就敵啦。這個就留下來給打佢嘅嘢，然後就被打來打去。一看就敵嘅。其實哈，你金燕姐真勁，懂不煮出來，像坤天司機的好朋友一定的，很多人都是金燕姐的學生哦，真的。不過我想知道，淑珍姐吧，你平常沒有都會做料理嗎？有啊，煮三餐啦，煮三餐，對，家庭主婦煮三餐啊。哦，今天做到凍金啊，對不對？平常都是這樣出門買菜的嘛。買菜都團購咯，嘿，你還冇買菜啊？買菜當辛苦嘅嗬。椒嗰度係自家種嘅係嗎？係，你係水果甜椒，所以它不是辣椒哈。它是水果彩椒，這是可以生吃的。水果，而且上了當地影響。係做啲生食了，你做啲做水果食。很像我們扮家家酒在玩。很像假的。哦，是水凍醬。其實今天節目或許之前哦。要去動體態，你倆住改來賓。對，因為我覺得我們這位姐姐佢又讀戒毒所，又高考，對，而且聽說有一位算是更生人，因為唐東亞不會去好，該您這是講太咧。主要介有家界哈，戒毒成功哈，親身講誒，因為佢看你嘅客家菜哈，本地前台嘅感想。哇，所以後來變做師傅係麼？係。哇！你阿妹要俾半隻切肉肉，啊，等下過轉來看呢度慢慢做。老師，要做對嗎？好，我們去那個辣椒一起蘸菜。沒有。啊，做對。嘿，都係炒辣這位嗎？嘿，你要酸的。炒酸的嘛。啊，兩位紅菜妹妹，給你帶來嘛嘅呢？紅菜妹妹，很嗨喲，嘿，不要。好啦，啊，今日炒嘅係板條，啱個炒板條肉應該順哦。香港啊嘛，對不對？秘密武器。哦，太多秘密了吧？對。人都蠻多秘密。係喏。係喏。啊，你阿片嘅牛係先入過嚟係嗎？係。那白加了。係。冇啦，那裡面加什麼？油膏而已。油膏和個蓋油。機油？對。說換一次250的。不是摩托車機油。剛剛講到人嘅秘密武器係泡菜嘛，哈。對。人家泡菜食凍醬。佢自己種，自己種嘅，自己種嘅，自己種嘅菜路。他一手造菜。你看下哦。一手造菜。他一手造菜。一手造。哎呀。從一顆菜苗到這樣。對。很香哦。客家泡菜啦。是時間的淬煉，是客家人的傳家精神。客家泡菜。真的很香。居然有人嘅酸頭，炒，這個很厲害。拿先炒泡菜，炒肥腸啊。對，而且還有一個小細節，是你倆筍呢係用剝嘅，它的剝是該細啊，唔係用切的。先攞剝出春米，然後再就分掉一隻嘅米絲啊。分nhà嘛cái。調油膏。哦。調肉也給我，豬肉也給我。豬肉。也是要給它吸這個味道。幫忙。來，其他個比啦，對，其他的。有冇年產生呢？有冇動物啊？我好療癒哦！玉嬌姐係一個很樂觀的人。係啊，看見我開個第300億地，你就機換一個。你看它額頭上吊的那個吊燈，那個應該一串18000哦。沒有，老公送的不管多少，就是很棒哎。今年有攞一擺老公地嘛？地啦。啊，唔地主要係地睇咯。那拍咗簽導演啊。係啦嘅。啊，人香菇啊，先炒啊。我有哪裡？有水滿目標啊。不能啊，2鍋炒嘛，我幫你。好。那要加油嗎？那邊跟我那邊，人我跟我2米半2米。哦，要片愛加油嘛？愛。加油哦！加油哦！加油哦！啊，提300類咧哈，200油嘛嘅起台嘛。有哦，今日嘅帶來那裡面，非常的期待哈，非常的期待的。UK 哦，啲東澳輩哦，外號叫做阿板姐，所以今日帶來係板條。哎，巧。好，我們先過去，等一下過到這嘛，好唔好？嗰邊面已經出來咧。好。哇，很香哦，要到邊？這個很像在花園裡面的配置。
色哈，豆浆的神木啊。哎，做得先起款，还拐细摸一个梅头吗？我们可以试一下那个。好，你起，两米左右。因为其实每一家的味就都有正差。哦，老师先来，老师先来。餐就讲。李老师，你怎么知道？老师先，你先来，你先来。这个应该是有在卖的哦。哎姐，那个好吃吗？有龙一样。蒜香嘟嘟好哎。要用什么火呢？做皮这关又老。有。李老师有神过。厉害，家个怪是咪最杯米冰吗？哎，两下会冰嘞。是哈，师傅刚才有知道梅子好什么？梅好吃哦，我真感哈。哎，看起来蛮快的耶。因为这样我本身是走在上学的。蛮好的。吃米头嘛？最后给它烧一下。哎，刚好麦就切过哎。姐姐，你不是有切好的？有先切好的，先标到去的。对。哇，两姐妹感情很好哦。听说你豆腐卡应该每天安用心做下煮啦。我会 Q 他，我会 Q 他。那你跟谁照顾？爱照顾我看。哇，像妈妈一样。对。俺老妹吼，等烟香啦。有哦，还闯过洞口堂。没动小主区。他们家的姐妹全部多才多艺，就按穷。摸。人家的吃海米头，你当然。好漂亮哦。你20嘛？是海米头，沾一点味道的。那么多，我要是不要太。不是要沾味道。对。孔弟其实都动用啦。走的吗？好，有问题耶。嘿。好。来看下，来，看下，你下重點來咧，重點。哇！半條落去咧。半條落去的啊。哦。这边在做。就冇湯鍋，你吃只落去的哦。哦。湯鍋不團團。哦。你一種奶片嘅半條啊。信步。跟下喺過去咱吹風吹嘅時節又錯過嘛，計冇？冇。你連想都冇想啊冇。冇老辣啦，我辣嘞。辣。二樓負責份嗎？雪玲阿姐哦，雪夫吊牌哦。雪夫吊牌。港面孔的体力鬼第一次出現2個滿分的平手。這邊在做。就冇湯鍋，你吃只落去的哦。哦。湯鍋不團團。哦，有一種奶片嘅半條啊。信步。跟下喺過去咱吹風吹嘅時節又錯過嘛，計冇？冇。你連想都冇想啊冇。哎，還會有不用給暗瓜哦。沒暗瓜，這個要先賄賂我們。我以前花瓜自己做的。我自己做的，自己種的小黃瓜。自己種啊，用按太條種。有筋膜哎，係啊。冇，你不用那樣子。我該種哎。是先開胃的吧？不是，它這個是單純賄賂的。對的，給你們吃的。單純賄賂的。我幾隻種，不是本錢啊。烤。好吃哦。哎，係咪要都帶辣？對。雪玲阿姐哦，雪夫吊牌嘅哦。雪夫吊牌。跟利用我做定咯。其實就鹹淡冇嘢似。似啊，你冇似鹹淡，等下出去用吃。忙散啦，哦，我 get 笑我。冇辣啦。我辣嘞。辣。二樓負責份嗎？那我們先倒數了哈。好。現場馬上來倒聲。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。時間到，馬上出來吃看啦！水杯米一罐，那部開面是較真的咯。來，向前捧起來嘅重賞。我盤中了。好，真材色料又加上睇起來秘密武器哈。來，現在。秘密武器我有聽到。秘密武器。想吃哦。客家加國語。對啦，用吃的啦。秘密武器。來，這個風水也個村民講解吧。係梅香椰肉。梅香椰肉。係。前面梅香椰肉也個。佢們春英自己做呀。沒人愛話到前菜那一他太累了。哦。愛話到前菜那一盤就做對啦。紫蘇梅好好吃哦。哦，一口接一口，听怕都一样。我跟你说，这个就会真你哈，
生年黑贡没有胃口，这样都可以2个时间马上开胃，而且要给紫苏梅黑贡拿去做沙拉酱，就是取代日式和风酱也会很棒。对，淑珍姐吃牛板嘞，那當然當好食咯。人都用啥合作嘅烤出嚟當好食。懂后生哈。今天做的表现自己满意吗？滿意，满意了，非常惊艳啦哈，非常惊艳，令人惊艳，真嘅。而且有啲前輩有哈，有用喺有送蒜頭餅嘛嘅嘛，用蒜頭餅我。手給我單槍喺蒜的面頭，很有層次啊呢。哇，咱主要梁武雅姐，你觉得我们红队做的怎么样？好吃，棒。哎，玉娇姐平常时嘅票准係凍過啊，呢種棒就是真的棒。來，實體風吹之後咧，你攞是攬出嚟感受一下，一福氣哦，到底要幾福氣？入味嗎？哦，好吃。大概半條無線通過去衝咧，這樣有 Q。對，我裝的湯水。哎，通過之後哈，一提到水之後，它就不吸醬汁了。對。我講因為你啊半條哦，係熟嘅呀。你說話一直當會炒，看自己下面你唔會炒完會變霉。哎，韓國嘅水妹哦，要放切嘅大內嘅種肉嘅胡椒粉，還有暗瓜，對，畫龍點睛。胡椒粉的部分可以啦哈，又辣啦哈，好吃，脆脆的，又辣又香，有味鹹，而且調都懂遠。我沒有放鹽巴，就只有福菜出來的味道。對。哦。那真的就是我們的秘密武器，提前嘅靈魂呐。這樣煮水也很厲害，一般卡是有給它煮水，你都要懂意思。最好。哇，大家都是學講家，也覺得比較好吃。都客氣，互相欣賞啦哈。不過呢，是不可能等一下會本台起來一點驚喜，不要驚嚇。驚喜跟經驗。目前累積的分數，風吹到南吹係2-2，先來看一下另一關低度，風吹得到幾多分呢？想不分數嘍。滿分！你給我壓力很大哎。謝謝。頂標哎，是不是？甘有可能體力貴。有史以來最高分哦。對，甘有可能體力貴，第一次出現2個滿分的平手。8分。期待一下，好不好？好。怎麼第3次又平手這樣子？還有機會再回來啊！哦，但是都還不知道哦。來看一下，藍翠搶半分數。哦，來，沒關係，沒關係，我們先談一下你設定機的公平，好冇？人半條咩炒來整然好食，問題你今日錯誤到呢，人家半條炒切那個泡菜啊，你炒個哈，冇咗冰個啲啲水落，比泡菜又出味來，個米絲又走出來，就嚼個半條咧，嚼個安尼米煮安怎打？啊，今天老師你今日做的倆拼菜。該給用按內爐蒸銀鹽米做得很棒，感謝。你剛剛都沒有笑，你有冇按樣挑呢？我都講快。主要先講風水啦啊，風水咧也天門都會當好。第二呢，這個水果家的搭配嘅米絲，有那個紫蘇梅個給用嘅米絲帶出來。啊，也南水那邊呢，其實整體攏當好啦啊，就你比講。利用這地方可以各種嘅改進啦吼。第一就係講也香菇，我煮到無必多啦，食到下係濕濕，和香味較滿啦。第二點就係講也像雪玲姐講嘅泡菜，你炒其實有炒，我有看到，咩要有香，但是就係水到去嘅時候，冇留嘅泡菜米絲煮出來。所以有查到一些，所以分也料。好，謝謝，謝謝。因為那個半條啊，係經典菜色，不是為了表現出哦，叫困難。唔講呢，講真嘅呢，南區煮嘅半條，你看它全部是槍槍，係啊，食都要用洗盤呢。它成會打爆你。嗰時講嗬，其實嚟所有比賽嘅潛水站，真件就係得3年都係熬夜。咁嗰啲嚇成績已經出來，馬上出來頒獎嘍！耶！本次大家動態嘅獎賞啦。尤其睇次啊，雖然講人講一個做下啲度呢，總得有超過1.3枚啊。不過根本依家之主真嘅係火綠擁有。來看一下成績出來嘅，風吹得到8分，南吹得到6分，先來恭喜風吹得到3000元嘅加菜錢。恭喜！我如果係本大家獻錢時間會到了，因為南吹得到係玫瑰金珍藏版的垂紋不粘鍋具組3片哦。哎，又好貴哦！來，超美的這個黑根筋，
很贵气哈。先来唐一嗨风吹啦哈，风吹呢这吕家姐妹呢品质保证，大概全部多才多艺。另外，新的老太茶分享一下。啊，刚刚来了以后参加了一家之主哈。得到千多嘅书费，係真件也係千難得嘅機會，經驗嘅交流，係經驗嘅交流，係千按來學習嚟交流嗬，千好千好。主播哈主持人下一拜參加新店嘅老太去家分享一下。我嘅心態啦，就係嗬當歡喜嗬，陪在我自來，做嘅小幫手，又聽書到嚇，又拿到獎品再去，我感覺到非常的歡喜，也錢好高，係呀係呀，搞到非常的開心，總歡喜。你看亞布卡還有按多位兄弟姐妹啊，然後有輪登不同的排列組合來參加哈，一整季都可以有你們呂家兄弟姐妹，全部都來參加。阿姊哦，有呢個阿姊又係廚師。哦，個抽幾多來？抽幾多來？好吧，剛才用我老婆簽就有深入。係啊，你們學得動寶貝貝咯。趕快放棄減肥吧。你放棄。恭喜哦！恭喜！查過女哦，今日咪看到咱翠蓮片兩位阿姐有動用心，除了嘅衫褲吼做到強壯紅彩妹妹，韓國煮嘅菜真緊好食。真的嗎？真緊嗎？係今日下有好素面，唔講我嘛當歡喜有幾句老涼，我就當強咧。係啊。係哦，來唔係講誒一條素樣，有幾句韓國料理就非常非常嘅歡喜咧。錯，苗叫阿姐啊，算係一家之主嘅老朋友嚟啦。錯啊，係啊。係，其實哦，佢算係欠戲啦，佢味道嘛嘅就是再來第4遍，對不對？希望再更多的新人來這邊參與，聲音都看到大家可能10萬塊。哦，冇啦，像你嗰種特別正嘅人哦，還有老公送你嘅耳環，哎呦，打敗來就冇強壯。老公愛你哦。哦，你對我講幹嘛？對鏡頭講。這老公我愛你哦，謝謝你，我來這邊參加，謝謝，下次再來。下次抓老公來。對。因為呢兩組真嘅都係十分的厲害，老七家本地都帶出來，當然家的本地唔單止按用聽聽啦，嗬，歡迎大家呢參加一擺，繼續各小朋友或者係講七家過來參加，好冇？好。哇，這天哦，因為來一擺，喊我來第2擺。來第3擺，見到有經驗就經驗，就會有經驗嘛，哈。韓國吼，大家就聽話，強下來報名 Emily 嘅一家之主，因為我們會主持到70歲。希望阿姨。好誒，一家之主呢都要到位嘅，老60歲有全台版最後嘅客家米老太茶的分享咯。Emily，下禮拜再見，拜拜，長來了。